依家嚟食客家菜，現在來吃客家鹽菜。其實我家人吃客家鹽，就是菜苗滷這個雞湯，不要放太久，不然它的營養味全都沒有了。很清新的感覺。它鎖的這個雞很好吃，這個很清新。這隻豬很健康，它這個膠很韌，很有這口感。哇，很美味啊！客家人菜，不建議大家吃。現在來了這個手撕雞，我們都是為了這個手撕雞而來的。現在撒這個花生油，撈。它這個鍋是有椰豆的，然後這些花生油就是會把這些雞的精華都逼出來，很好吃。其實剛剛騙你們的，其實很嗨到就像我的孩一樣，不建議吃。